好，今日又有睇啦，呢個單位長沙灣嘅一入屋咧，正方形廳。我哋睇下廚房先，廚房屋企嚟喎，長方形，不過雪櫃擺出嚟呢度。咁啊，浴室咧乾濕分離㗎。咁呢度咧有個工作平台咁樣，可以晾下衫咁咯。另外睇下第一間房先，雙人床加個吊櫃，有張台仔啊。第二間房差唔多大嘅啫，都係加吊櫃。咁呢邊呢，有個露台仔嘅喎，咁啊洗衣機擺咗喺度。咁啊睇下呢度啦，呢度有個平台啦，呢度平台闊落啲嘅，咁可以種下嘢啦，放下雜物咁樣，勉強可以燒嘢食嘅。咁啊睇下景觀啦，望返去青山道嗰邊嘅。咁啊，介紹返啦，呢個盤叫興隆大廈，1988年入伙嘅，即係樓齡38年啦。最高樓層呢12樓，咁啊合共有88個單位。呢個單位面積298尺。交通方面呢，步行3分鐘呢就到長沙灣地鐵站，樓下就有巴士出尖沙咀九龍城嗰邊嘅。呢度嘅賣點就係性價比高啦，無論樓齡面積同埋價錢呢都非常適合上車客。呢度係興隆大廈，有興趣話知啦，帶你去睇。